Hello，Tony 探路。今日個天啊多翻啲雲，尋日啊曬到喎，變燒豬。而家上去食個早餐先。今日啊有提子，尋日冇食豆腐花，今日試試先。豆腐花加咗薏米同埋綠豆。尋日啊烤魚，今日就蒸魚。呢一杯係抹茶拿鐵，即係奶茶。今日有蝦食添，好有家庭 feel 啊！炒菜落咗幾大塊薑。食完早餐，而家出發坐車。联二维码，Apple Pay 等鱼联手机闪付搭捷运，不限里程，每趟。坐咗5個站，嚟到草衙2號出口。一出捷運就到。拍低啲鋪頭個位置。3層食肆，睇下啱唔啱食。有表演睇喎。有個摩天輪，仲有旋轉木馬。成人70蚊。高卡車係140蚊。越野大冒險180蚊。單人全日暢遊666蚊，我哇玩晒呢度咁多機動遊戲。天空飛行家維修。
駕駛學校。仲未開始。等車差唔多啦，仲有2架車就到。今日早乘客。有個計時器啊！嗰個平安道步，玩完一圈記得問個職員攞返張駕駛執照。揸電車。限离搭乘第8电车，从这里到终点为止，请遵守标示速度，不中途停车，请依照时间下车。中途停车的话，将无法依表定时间抵达，请特别注意。速度 4， 请依时速4公里行走。揾到一間吃到飽。蔬菜、咖啡、沙冰、汽水、軟雪糕、蛋糕、醬料、麵啊飯、野菜、豬肉咖喱，呢邊都仲有。番薯，呢度啲蛋糕好鬆軟啊，好好食。好，埋單。去行下個商場，睇下有咩買。專區陳列，買1送1。行完商場，唞完一輪，落去玩過。坐緊呢個包廂。換電啊！由朝玩到黑，唔捨得走。
旋轉木馬童年回憶。由早玩到晚。行咗入嚟 food court 揾嘢食。呢個美食廣場食啲嘢先，跟住又去夜市再食。啱啱食完嗰個肉骨茶，麻麻地啊，啲肉好韌。我而家搭車去夜市，過到嚟美麗島，黑晒喎，唔知做咩喎。地下有嘢睇啊！哦，原來喺地下度。過咗嚟六合夜市買苦瓜汁、酸辣粉、鴨血煲。亞社紅茶冰、肉蛋堡。今晚嗰啲檔口好似多過尋晚。炸鮮奶。尋晚唔見有嘅呢一檔，要個蚵仔煎。
虽然是8+9，但是我们很温暖的。他们知道，他们懂，他们那邊9+8。雞窩有，拜拜。係啊，雞腎啊，雞線啊，還有雞軟骨啊，還有雞腿卷啊，係啊。買齊嘢翻酒店。條片就拍到呢度，記得讚好、留言、分享。未訂閱嘅就記得訂閱，同埋隔離個鐘仔有新片就有通知。下條片見。